皇祖母，起来吧。今天呢，我把大家叫来，是要让大家和哀家一起欣赏一件张三千大师的遗作《盛夏风光瓷瓶》。张三千？哎，那瓷瓶不是已经失传很久了吗？哀家也是因为机缘巧合，偶然间得到了张大师的这件作品。想必是瓷瓶本身也愿意让懂得的人拥有和欣赏它吧。啊，皇祖母，既然这个瓷瓶这么珍贵，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万一不小心谁碰碎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哦，再好的作品，也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拿上来吧。这可是哀家刚从快递那儿签收的，新鲜出炉，还热乎着呢。哀家还没来得及看，就是为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和大家一起欣赏。准备好了吗？让哀家也好好欣赏欣赏它。那个，对不住了，齐少。皇祖母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单独的。鹏鹏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可以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皇祖母请恕罪，这个有伤大雅的东西，确实是鹏鹏寄出来的。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鹏鹏，哀家知道你善良，可也不能为了别人揽下如此的重罪呀。皇祖母，这个罪责必须由鹏鹏一个人来承担，因为鹏鹏万万不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大的。是谁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要挟皇后去袒护他？你告诉哀家是谁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快说！此人正是您的乖孙儿，我的夫君，当今的圣上齐胜。圣儿，他怎么会私藏如此有伤风化的东西？这件东西出自西洋名家的大手笔，皇上托我从黑市把它买过来，没想到在寄出的时候，居然出了差错。哎呀，鹏鹏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这真是叫人难以启齿。这东西，他说放在屋子里能调节一下情趣，而且还说这是西洋人那儿的送子观音。那这个事情就不怪你们了，你们也是为了皇家延绵子嗣啊。是啊，为了生孩子，我们也是蛮拼的。好了，关于瓷瓶的事情，哀家会吩咐下去，就不让他们再查了。你们也要让哀家赶紧看到你们开花结果呀！谢谢皇祖母。皇祖母知道了，谢谢皇祖母。宝贝儿，快给我揉揉头，好好放松放松。我这一天啊，太烧脑了。今天啊，还好是我急中生智，哎呀，才躲过这劫。你说这皇上有时候也挺顶用的哈。哼，把东西放下，先退下吧。是。你也先下去，朕有话要和皇后单独说。皇上，这是何物？为何皇祖母说妖物归原主，还说只有单独和你在一起时才能看？这东西你还没看？哦，野史！哎呀，
定是你最近太疲劳了，才会起这个东西。喝口水吧。天哪！太后送我的送死观音啊！什么玛利亚大慈大悲，什么玛利亚饶命啊！罢了罢了，好吧，我都今天可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，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够用了，我的眼睛已经枯竭。这是寄给你宫中的小苹果的，错寄到朕的宫中。这次快递出了如此多的差错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欧巴，你好辛苦。